大話精打人，殃及日本人啊！不许往前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電話大連當局武力清場。裡面動了，全是血，讓我們跑出來了。是拿什麼打的？他們防暴警察用那個槍呢？一個槍。雖然有示威者被打，但超過8萬人上街，都逼到市政府公告即刻關閉當地生產劇毒嘅福佳大化對二甲苯 PX 工廠，而且會盡快搬走添。市委書記仲爬埋上警車同市民對話，示威者以為人民團結取勝啦，點知路透社尋日就踢爆化工廠根本冇停產，繼續運作啊！有石化貿易商就話嗰間廠係大連交稅大戶嚟㗎嘛，仲係內地主要石化企業之一，要關閉佢真係好難㗎。有網民就鬧爆政府言而無信。共同社就報道，前日大連拉咗大批日本記者，尋日先放人啊。而廣東廣西都驗珠江水，怕劇毒污染河流啊。